沖咯，佢呢條好睇，我同你講，這個好看，佢款式又好睇咯，見唔見啊？款式也是很好看嘅，這個款式，仲要佢呢個沉香個木啊，係嘛？級別較高，級別較高，佢呢個咧木質油脂感會比較強。嗱，要嘅姐姐嚟拍啊！中意嘅姐姐嚟拍啊！啲啲嘅2342價價錢750蚊。有中意姐嚟沖，咁呢個就過啦。想要咩款式嘅姐姐打出嚟公平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姐們。你想要咩款式嘅點點菜，然之後下一個啦。有咩想要嘅姐姐同我講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我下一個啦，想要咩款式嘅都可以點點菜。我想講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個，見唔見啊？咦，呢度仲有一個，哇！成個起晒冰啊，冰淡綠調調啊，見唔見啊？邊邊就單綠調調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有中意睇過嚟啦，冰冰透透啊，見唔見啊？淡淡綠色，做翻啲銀色搭配嘅鈴鐺，有個一個大笨象，好有創意啊！佢呢個嗱咁直接咁去戴就得啦。呢個有冇中意嘅姐姐啊？比較特色款喎。係嘛？比較有特色款啊！呢個有冇中意嘅？佢款式都好睇。呢個有冇中意嘅姐姐啊？中意姐姐睇過嚟。係嘛？好有特色嘅一件喎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？呢個尺寸係幾多？帶冰感啊！冰7.5淡淡嘅綠調啦。佢嗰個仲要大包嗱，起晒冰感一個。見唔見啊？裝又夠腰喎呢條，可以沖喎你哋真係肉感大裝都冇問題。冰冰透透，你中意冰透型嘅揀一隻咯。嗱，就搭埋一啲咁樣嘅銀色 DIY 款式。嗱，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嚟拍，也啱嘅姐姐嚟沖呢個款式。呢個係 DD 嘅23430，價錢去到係675元。你中意嘅話嚟拍呢個邊單綠嚟咯。DIY 手串去到7.5嘅尺寸啦。嗱，想要嘅姐嚟拍，中意姐嚟沖。呢啲嘅23430，價錢675元。你哋想入呢隻款式嘅姐嚟拍，23430，價錢係675蚊。嗱，想要一啲咁嘅冰淡綠調嘅，你揀一個 DIY 款，好多銀色嘅搭配啦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你 cap 翻個圖，想要咩款式嘅姐妹打出嚟公平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有咩想要嘅姐妹點點菜。我等一陣上條呢個都好睇。這個這麼好看呢？這個也是。嗱，呢個有冇中意暖色啊？暖蜜糖色，哇！呢個睇唔睇到啊？呢邊冰嘅起晒。有冇中意暖色系列㗎？8.5嘅尺寸，呢度仲要飄住一個白月光添啊，好有特色啊！有啲帶飄白月光，成條肉咁好靚喎，你睇好油亮啊！佢一串裝好腰啊，你哋去沖呢一串超靚，裝咁晒嘅一串，尺寸8.6，有冇中意呢種啊？蜜糖色啊，暖色系列嘅話，呢度呢個蜜糖色你睇起晒冰咁，有冇中意呢啲系列嘅姐姐？好漂亮啊！這個你睇滿黃嘅藍色嘅一個蜜桃色，蜜糖色喎。你中唔中意呢種啊？8.6嘅尺寸，哇！呢串都好睇，個種夠靚，咁濃色你哋揀呢條啊，咁濃色揀呢條，呢條好睇啊！滿滿嘅濃色系列，中唔中意呢啲濃色系列噶啦？天然嘅翡翠啊嚇，冇開濾嘅，唔係開美顏，係咪啊？嗱，睇到係咁就係咁樣咯，自然光睇，真真實實係嘛？我哋啲貨咧全部都係最真實嘅顯示最真實嘅貨啦。嗱，好光，沒有光感，沒有光感就是這樣，好靚啊！個種夠靚，佢個種水最緊要係種水靚，佢呢條見唔見啊？裝好腰啊！後來我哋呢度咧10個黃肥教個乾，佢唔乾，仲要有大種水，你睇下面感咩都冇晒，化得夠開啊！嗰夠乾淨咧，成個面感
很乾淨嘅，你去拍呢個8.6嘅尺寸。哇！我唔相信呢個先1700頭，真係唔敢相信呢個先係1700頭。呢個相編號啦，要嘅姐姐嚟拍啊，好靚嘅一條，好靚一個推薦去拍。未想要入王菲去拍23431，價錢去到1020元。略一個軟蜜糖的一個框手串8.6嘅尺寸。嗱，要嘅姐姐拍啲嘅23431，價錢1020元。要嘅姐姐拍啊，中意姐姐衝啊！啲嘅23431，價錢去到1020元啦。嗱，想要姐姐拍，中意姐姐衝啊！喜歡嘅姐姐嚟拍，呢個就過啦，我有個廁所先。